同雅居嘅老細做鄰居嘅別墅，就係我身後呢一間單邊位嘅門前呢個位置咧，停車係比較方便嘅，擺2台、3台車咧都係冇問題，而且停車2台車係免費嘅。入嚟睇我哋1樓嘅花園空間先啦，依家花園空間。全花園咧，將近40-50個平方啦，到時候呢邊可以搭翻個涼亭喺度飲下茶、嘆下咖啡，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入嚟睇下我哋1樓目前個格局先啦。1樓目前咧係餐客廳一體嘅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嘅餐廳位置啦。睇下呢個客廳位置寬唔寬敞啊？呢邊依家開間咧都係將近4米，到時候咧可以搭翻個落地玻璃窗出去外邊咧飲下茶、嘆下咖啡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入嚟咧嗰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，呢個廚房大概有10幾個平方啊。出邊咧就係我哋嘅餐廳空間啦。我哋上到2樓空間啦，而家係做咗2間房嘅，睇下呢個空間係咪非常之舒服咧？隔離咧公共衞生間空間都比較大嘅，隔離咧佢做翻個客房嘅。依家我哋喺3樓露台望出去景觀咧，都係非常之開闊。隔離咧就係老細個屋苑啦。呢個露台咧15個平方，已經搭咗陽光棚啦，晾衫曬衫係非常之好嘅。入嚟3樓咧一整層咧都係主人房空間嚟嘅。呢個空間15個平方，入去咧就係我哋嘅衣帽間同埋我哋洗手間空間啦。呢一套建築面積咧係103方，實用面積咧係150幾方嘅，喺市面上咧係非常之稀缺嘅，因為佢係單邊位置嚟嘅，而且同老細咧係就係2隔離嘅。依家總價嘅話就係140萬就可以擁有呢套單邊位嘅4分1別墅啦。如果你最近都係關注呢一款別墅嘅話，可以揾小波子睇樓。小波子公司咧就喺振華路上嘅德怡優選房嘅，睇樓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你想睇樓嘅話，記得揾小波子啦。